大城中城集团3年前向家己关农会税面向西昌村的堆肥场了后，村民拢反映讲庄内草木木影响到因的生活。第3早起，200位西昌村的村民来到堆肥场野金纸抗议，因无要接受协商，也无爱因改善，只要求因爱离开西昌村。 村民也紧抓向堆肥场抗议，家己县面向西昌村200多位村民，第13早时来到家己县堆肥处理中心抗议，要求肥料公司离开西昌村。你在座咱看这农民，咱看这居民吼，已经3冬啊啦吼，所以我唔知讲这届吼，这居民，我代表这居民的心声讲，无协商的空间，无改善期的空间。臭的啊，臭到含开塔门都唔敢开啊！系啊，啊，若要出来外口都，含要出外口嘛唔敢出来。真正臭到真正挡袂掉啦，较会今仔日来抗议啦。3冬外前，大成长社集团向家己县农会，所以面向西昌村的堆肥场处理县内饲鸡场甲饲猪场的排泄物。大成长社集团表示，交代已经投入5000多万，建议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的堆肥场，会继续甲村民来沟通。基本上就照着国内的环保法规来做，那当然达到一个环保法规的基本的要求。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。那我们也乐于跟西昌村的村民来保持密切的互动跟沟通，来促进彼此的了解。本局已于该场上下风处架设监测设施，必要时将会同农业单位进行现场辅导。面对大成的回应，西昌村民无愿意接受，因讲堆肥场暗时的臭味规庄头拢闻会到，已经影响因的生活。解决的办法就是因离开西昌，也若无村民无排除会进驻处理口，要当地向因来抗争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